作為老闆，你每個月最關心嘅數字係咪銀行戶口嘅結餘？見到正數就覺得今個月應該 OK 啦。但其實喺財務管理呢種諗法可以好危險。今日嚟拆解一下中小企常見嘅3大會計盲點。第一個常見盲點係銀行戶口多咗嘅錢就當成賺到嘅錢。好多老闆可能只係用 bank statement 嚟 check 數，見到今個月收入有10萬，鬆一口氣。但其實喺水面之下仲有租金、人工、供應商嘅貨款、MPF 等等。咁有啲老闆咧就會用 Excel 嚟 track 數，計到自己每個月有幾多純利。但係呢一度咧就出現咗第二個盲點，將帳面上邊有錢賺當成戶口有錢剩。你嘅 Excel 話俾你聽賺咗3萬蚊，但係如果個個都拖數3個月，你個戶口就冇現金去交租出糧。呢個情況就叫做有利潤，但係冇現金流。最後一個盲點呢，係大部分中小企嘅通病，只係識回望過去，唔識得預測未來。你所有嘅數，無論係 bank statement 或者係 Excel， 佢只係記錄緊已經發生咗嘅事。但係其實一個生意管理最重要嘅係知道未來3個月、半年你嘅資金夠唔夠用。咁專業嘅財務管理就係要幫你撥開前面嘅迷霧。所以睇清盤數，佢唔係單純為咗報稅，而係為咗幫你喺每一個決策點都能夠睇清全局。我哋除咗提供數碼營銷嘅顧問服務，亦有持牌會計師幫你建立清晰嘅財務儀表板。如果你都想告別盲目價制，歡迎嚟揾我哋傾下。